来起鬼，这个孙的得到冠军，啥无法嘛，落现场伫安尼鼓励。个病人阿公，我拿到冠军了呢，在都开多踢的哈，哎呦，叫双后啊，哇，一跳啊说，爱从容然一天。阳光团有去到客家语，我完全不是哎，对不起，完全一点血缘都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哎，上好像是。那也算是啊，你有客家的。赶后面游了。老年倒立腿，老爷强下来。乡亲朋友大家好，我阿冯姑哈。来，今仔大家好。哎呀，按你上礼拜啊，有邀请 CV 来宾嘿，就来开讲的聊天啦啊，来讲佢同佢爸爸之间的事情，嘅故事，嘿，爸爸节呢，哎呀，啊，下礼拜冇讲了，组合的，组合的，爸爸又强下来，对呀，嘿，爸爸人系强下冲，强下冲，嘿，啊，看到安尼。组合，强下来创，很样板的感觉，哎，啊，当然汤家来分享也就互相的故事，好嘛哈，来，先有请第一组啊，第一组系赖燕婷还有赖思鹏带来后堂的歌曲，来，好了。走啊走什么？墙门来伸啊伸，路途有几多？啥叫爸爸的哟？伸伸啊，啊样子啊，风啊溜，啊送啊溜，呀呀吹，啊来起鬼，风流做什么啊？那悠悠的流。走啊走啊走什么？墙门来伸啊伸，有嘛个好什么？做什么不修哦？伸伸啊，那样子啊，风啊溜，啊送啊溜，呀呀吹，啊来起鬼，风流做什么啊？那悠悠的流。叫我走啊走啊走什么？墙门来伸啊伸，有点好翕么？翕点两三天哦。伸伸啊，那样子啊，风啊溜，啊送啊溜，呀呀吹，啊来起鬼，风流做什么啊？那悠悠的流。叫我走啊走啊走什么？墙门来伸啊伸，向天有几多？啊，十字有点苦。伸伸啊，啊样子啊，风啊溜，啊送啊溜，呀呀吹，啊来起鬼，风流做什么啊？悠悠的悠。好，思鹏大哥你好，哇，久冇見哈，久冇見了，真的10分久冇見了，15年對，哦，有到15年哦，18年噶釣魚啊，點解才好杯？節目後，
也15年以后去到面前来。哎呦，那个你要做比高数出头嘞。非常难得的画面呐！嘿因为那个世梦泰国对那节目咪攻坚动态，哎，冇样啦，冇样。冇讲真咧，一开始的时间，那世梦泰国一开始有那个 Q 样片哦，长得剪出来本他个看下咧，那世梦泰国就坐到后背，对吧？喺锣鼓欣赏，是貌似欣赏，系啊，哈哈哈！哎呦，还真的喊好呢，哎咪。喊好啊！做有唱类安尼节目安尼，从我们那个难得的机会了哈，真难得，哎，真难得。还没有大棒亚孙啊，都优秀呢。对啊，亚孙呢，N 两片的冠军高数呢，系咪？有样冇样？有啊，冠军高数，有样有样。你冇请吃饭哦？有啦，公都讲得那么感人，结果阿公有啦，生倒翻，包着缝包啊。这个奖金冇带阿公也就意思啦嘞，所以有啦，有去吃饭啦。哦。你要按难得有机会唱到話嘅來欣賞雷同腔，以前上來有請阿公來唱歌，阿公都很害羞，俺唔會來啦，俺唔會上節目啦，俺唔會唱啦，你自己唱就好了。因為佢關係坐到後背。係啊，關係啊。關係大鑼鼓總公司啊。對，不像我們是那種往台前的人，他們是幕後人物。哦，坐你阿安心嘛。對，係啊，我較穩定啦呢。啊，你阿班用班偏來。係咪用班？我就同阿公講，有錢啦。哦。你不但老豆冇錢呀？冇錢，我真冇開呢。有生活的風暴啦，哎呀，插馬飛啦，哎。哦。哇，一看起來個兩位感情啊，真係懂。係啊，講你阿看起來動天呢，有槍嘛？有槍啦，煙道獎啦，係冇來過人嘛。因為之前參加比賽嘅時間，有分享過阿公嘛。係阿公阿婆嘅感情動好啊。對，阿公阿婆又從細就帶很多台。帶眼舞台。見咩看阿公嘅總公司啊，順路看那樣好啊。所以係算隔代教養嘅嘛。係隔代教養。隔代教養，從細就阿公阿婆安尼帶。係。哎呦，我上學咩係讀書咩係阿公會載去腳踏車載我去上學。載你上課。哦。我們就會聊天呐，會共同都給發。照顧你都太愛用了嘛。阿公較老掉嘅時間，咁還有叫我送伊讀書。有啦，但是再不動了，走路去。哦，行路三步過去哦。係啊，三步過去啊。那樣哦。嘅幼稚園嘅時間啦，嗰時阿公腳踏車，腳踏車去到雙北中以後呢，啊，那冇咧，那冇，這唔樣啊！阿哥這個行咯，這個行係，腳踏車人唔會停通嘅。變做小人用把這個行就好了呀，再上課，係冇。對啊，因為佢之前的比賽時間，本來佢一得嘅呢冠軍嘅時間，今年本來有獎，結果。嘅樣子都好身體冇舒爽。哦，嘅樣子都啊，這個想唔到啦。突然之間呢就急救啦嚇，都掛急診啦。係乜嘅問題咯？哦，佢都內臟有啲問題，小問題嘅好彩。許多嘢呢。結有時冇問題嘅，冇問題，我也你下冇問題，你下可以有動天啊，講簡單嘅。但係我感覺動遺憾啦，即係阿孫嘅，得到冠軍，什冇辦法嚟到現場啲人嚟鼓勵加油啊。就按度好啊，唔過佢咩表現，他也很爭氣啊。其實給人眼記得給他心情動緊張，因為小阿公哦，在急診嘛，係嘛，在醫院底部會讀。對。哦，鼓手佢問題佢自己嘅。情緒就是心裡很焦慮啊，對，又要煩惱那邊，又要煩惱。有看幾時嘛？佢幾時有同講法？哦，嗰陣時候都咱那個都5月16號17號，好像17號，我記得應該17號，17號。那年都有個南洋的體育館嘛，體育館。體育館的時間呢，結束也就馬上來幫我講，哎阿公。我通過體育館嚟哦，因為來看嘛，我來看我做的我啲平常所的用我來電啦嗬，一個同學都講體育館嗰度了，但係因為體育館、體育館向下用嘛，就等於阿公，我拿到
感覺嚟咧，嘿人看下個，看下個半看下個嘅乜嘅。獎影品，片獎杯啦，獎杯啦，獎杯啦。我嗌到開刀踢嚟嗬，哎呦，嘅爽氣啊！嗯，啊！一聽啊是，通過效果冇得好啊，通過講數唔得，他們有想咪燒太上去做唔得，只能暗爽在心裡，條會講咗啦，感動，感動，乜嘅樣事，乜嘅平時感覺都冇睇嚟樣，非常嘅歡喜。啊，今日看到阿公吃到動歡喜，咩動歡喜呢？因為上一拜佢哋參加紀念，佢俾結束嘅紀念嘅時節，佢正經時代下有就會叫啦。唔過同你講上台嘅時節有問題，可能就拿兩個冠軍冇阿公講，冇人改，希望果然希望，就是最好的良藥，人家冠軍。嗰種是心情很勇敢。這樣是心情嘛，就緊張啊，因為比賽嘛，怕會突襲就會緊張，然後上台就老七家講，哦，要認真，然後要定下來，穩聽，然後要好好唱，然後要唱好，阿公阿媽才會歡喜，然後翕相俾阿公看，阿一聽要拿冠軍。轉去不卡，阿公嘅片就好咧，就看起嘛，就好咧，也有關係咯，有關係咯，心情不誒，真係心情好，身體就會好，身體動腳都真的，跟伊讀到150嘅老人家，我問佢講你是怎麼養生之道？對啊，沒有啊。就心情開心啊，做喜歡的事啊，不要生氣哦，不能生氣，不能生氣哦，這盡量最好不要生氣，對，不要生氣，對，然後每天曬太陽，對，然後還每天喝一杯咖啡，安永就有好嘞，哎，奇怪了，哦，曬太陽跟喝咖啡可以啊，每天不要生氣比較難，每天不要，對啊，哎，這阿公從小這樣子帶着你長大哈，我想應該很辛苦啦啊，很辛苦，啊，有安尼載品安尼，優秀呢，顯得咩愛斷哦，顯愛都哎。上一拜嘅寶玉老師有冇來代班呢？沒有來，我想，哎呦，多少人私訊我們鬧熱粉專啊？是哦，我想寶玉老師，說寶玉老師怎麼沒來？是哦，我想寶玉老師新的妹妹也不錯，要被換掉了還是？沒有，他是鬧熱之花哎，對，樂團之花哎，所以他是最佳的一個代班老師啊。沒錯啦，燕婷呢實在用心的，懂認真啊，懂認真的，所以說我們學的煩惱，所以說實在很貼心啦，那個東西都自動自發，凡是有名人的父親節啊或者母親節嘛，他會小小的卡片，會寫小卡片，或者還會帶阿公阿公去吃飯，懂，真的懂。他用下給友好啦，下有用哦，冇個冇用啊。阿爸見唔係發去同阿公講，我想愛老阿公講，因為我也下創舞團嘛，做跳鋼用，還有音樂嘅表演，樂器嘅表演，還有當到唱歌嘅表演，所以我當久。唔可以轉去舞卡，較無限啦，轉去啦，係啦，啊伊唔是想我翕相本伊看，然後我固定會請時間轉去舞卡，看伊老阿婆啊，就唔是按小愛。哦，我也動光片啊，做的視訊啊，係啊，視訊啊，唔是按小，也要編幾個事業吧。唔會小咧，唔會小哦。要一邊一邊的因長大沒有，有這個路線自由發展。但是呢，最重要係呢客家這一段哈，這絕對冇忘記的，冇忘記的，還能繼續用一方面。因為一個客家電視台這麼好的平台，兩位主持人呢。1年來全部陪嘅栽培哈，實在是非常感謝。冇，佢太有心啦。希望也個為了客家這一條路，還是一直往下走，努力的走下去。希望呢，其他嘅呢，你把心思唔盡，盡量去發揮。哎呦，冇問題。阿公阿婆會同支持。就是不忘初心呐。對，也不忘本。對，但是讓我穿多一點，穿少一點。做對了，講的部分做對了，係嘛？但穿少一點，不要感冒就好。OK，安之聲啊，多謝司蒙太高，司蒙太緊張啊，於燕婷啊，多謝燕婷，謝謝阿蘭，向這邊當中謝謝安之聲，謝謝。謝佢一下。係，哇，真係感動冇？
感动很多年的心伤。係啊，就算咩啲安尼老人大隊平安有19年的時間，中間有揾一位先生啦，嗰位先生咩已經較冇看到佢嘅，一下開始就揾安尼嚇，係。小強大樂隊，一道先生，對，一推傳一推，一推傳一推，希望佢哋平安，也都皮卡久的。他們是那個收視密碼。對啊。好，來沙下來呢？沙來曾志還有陳玉希帶來後堂嘅歌曲哦。又係夫妻啊，係夫妻哦。來。神隊友吧，算是，因為其實對於態度是的時間，就是身體看不好，一聽冇辦法挺頭，就是要坐輪椅，要安胎嗎？對，輪椅，你身體那麼弱。對，我們又貪玩，所以就會想要去往給啊嘛幹，然後那時候司機就會去查過，哪裡有輪椅的商場，都會先加厚輪椅，然後他就會去牽輪椅來，然後我就坐輪椅，然後逛街。坐輪椅逛街，對。要不然你可以用買一台。以後大牛哥也可以租。買一台，然後受傷的時候。像时候一樣，跌跌撞撞，記得你還有你的家。經過了多少個十字路口，無時無刻都在漂泊，生活的節奏在緊湊，也有個地方停泊。行出第一步，發現在錯不你。給你最尷尬的流離嘅講法，當年嘅留白對黑愛嘅夢想，你怎麼全變淚湧？從來唔會猶豫，找尋童年時候記憶的片段。沒有憂慮，最好最美的時光。願未來這世界變得再猖狂，不畏懼追着光，所有路過的風景都是你的家。何處都是我的家。哎
两边有没有可以来安排谁用？哎，就谈恋爱，你们2位为什么看起来好有粉红泡泡？怎么回事？感情很不好的样子。但他们2个有点尴尬，这样。对啊，是因为要唱歌的关系啊。他是有看他冲狗哦。哎，跳歌的很多其他作品吗？哦，亚跳狗叫黑丑不宁刚张夏后哎，丑不一下嘿。他小 Ken 老师今天就会可以弹的，对，所以对老师，他弹都站起来。我操，小 Ken 老师你是气啊！你是神哎，好厉害啊！你们老师们真的好厉害哦。他说词啦，词哦，词啊。昨天晚上学啊，哦 Q 由他做播，前2天。啊，前2天。因为我看后。那你也要花时间去写谱呢。对。哦。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哎呦。然后就唱这么一次这样。对，为了牛哥，为了吉娜姐。哇，为了阿爸姐 TPK 发，为了去你家蹭饭。哎呦，等一下再看看你们市场在哪边。那种认真看给节目，哦，真的，真的。哎呦，我先恭喜2位啦，新手爸妈哎呀，恭喜！小孩现在是刚出生吗？2个月，2张月，哈。2张月的。哎呀，我说看起来冬天。唔會，有化妝唔會。你好像還沒什麼恢，算還有恢復唔會啦，我做的啦，以後的啦。有度數啦。也恢復得很好。做的啦。知道你還可以喊他講呢。有嗎？是有一種線條比較柔和。2個月，2個月小孩子很累呢。係啊，係講七甲圖嘅發。七甲圖完全係七甲圖。啊，吉摩天圖啊。有啊，有，我是夜班，夜班哦，夜班，对，今天按路条是不是点都10点？你们还班哦？你是啊，音乐人本来晚上也就不睡觉，比较适合他啦，比较适合他，好，所以白天就交给你照顾，然后夜班是他，我很不会做的啦，神队友吧，算是，因为其实对于态度师的时间就算蛮神的啦，哦，真的，因为有时爱态度师都黑了呀，就身体看不好，一听没办法挺痛，就是要做轮椅，要安胎吗？对，轮椅，你身体那么弱，对，就是怕会提早出来，就是跟有时就因为第一胎，对，但是我们又贪玩，所以就会先会去往给啊嘛干，然后那时候所以就会去查过哦哪里有轮椅的商场，就会先加厚轮椅，然后他就会去牵轮椅来，然后我就坐轮椅，然后逛街，坐轮椅逛街，对，就是宁愿这样还是要逛街，你就去大医院借一台就好了啊。哦，后来有一组，有一组，蛮便宜的，哦，真的哦，可以租，要不然你可以用买一台，以后大牛哥也可以租，买一台然后受伤就可以了，对，我用那个移动神主牌，哎，真的推荐用电动的，因为这种时期就送到同心裤，哦，真的哦，真虽然够难抽。可以用同心裤，同心裤啊，因为有的时有一些咧个。迄台嘅关系嘛，有冇用？唔知呢，可能係因為愛。因為有一排肚痛啊，記得給他肚時就動胎咧。因為他孕吐很嚴重。對。哦，同心褲，然後吐到很晚。這個老公也很好啊，然後出去玩啊，還有這邊。出去玩的時候，還要推輪椅。哎呀，就應該的，因為我覺得他還是要盡量放鬆心情。哦，沒錯。因為他有照顧到你的心理部分。剖開來講誒。哎呦。剖腹生產。叫皮矮妮皮，他後來有進來陪產啦。然後我就因為我那時候懂敬宗啊，就敬狗子。對，一定會啊。係啊，韓國佢同情況，因為佢會照顧矮，因為有時講太高後，矮就有對產後的心情，就是有點，然後他還要照顧各位。因為人哋會叫佢有心沖片，所以他就是兩邊會走來走去。叫佢冇不用地不卡嗎？叫佢這樣子就他那時候狗狗在家裡會很嚴重，對不對？你說心情呀，還有身體的部分。你說你在那個月子中心照顧他，然後你要回家照顧。然後專一照顧。我們算是暫時分居這樣子，但是我就是兩邊都要出現，所以然後狗那時候就心情比較敏感一點，因為它我們兩個都憂鬱啦，我跟狗比較黏它媽這樣子。哦，因為狗沒有看到你。對，心情不好。對。我記得下面因為我照顧生嘢嘛，照生就動作紅蟲，然後想說因為我顧位時間，我就冇想到會食東西，其實會先準備好可能煮咖喱啊，煮乜嘅東西，冰到冰箱裡，然後有時間我就微波來食。哇，他還先為你準備好餐食，哎呦，好老公哎。懂朋友呢？對啊，沒有像以前我在睡覺，然後小孩子哭，
然后我老婆还踢我这样，那你有起来吗或？是我踢她这样，不踢哦，丢包。互相丢包哦。一开始也是这样啊。哦，一回是没有哦，但你后来发现她真的太累太辛苦了。你陪去生产一次，你就知道够辛苦了吧？累。那女人在生产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陪她一次，你会觉得真的女人真的太伟大了，太辛苦，但你还是剖腹生呢。对啊，因为他那种自然生的那种，他不正啊，他一直就不转。就叫愛用粗穩穩誒，係啊，其實冇調完全不會給完。後來還有做嘅就是那種胎位矯正的瑜伽運動，然後呢，他都就是一直不轉，不會轉夠力。後來因為我又開始。他會不會是神佛轉世？他就是做穩穩的。哎，可能就是一個做佛轉世的概念。他呢擺帶過來本款。哦，好啊。有機會帶來。係啊係啊。誒，古時咧係遊戲嘅第一隻阿爸節呢。哦，真嘅。第一隻阿爸節。你第一個爸爸節，對不對？你第一個爸爸節，會不會覺得很辛苦？還是以前外面也有？也過過。沒有，以前幫爸爸過。沒有，以前是狗爸爸。以前狗爸爸，現在是人爸爸。人爸。現在是狗跟人的爸爸。哦，心情上。對啊。心情就是第一個爸爸節，還沒什麼感覺，因為他還沒有親口叫我爸爸這樣。哦，還不會講話。他還不會講話。現在還在那邊哭的，愛哭的時候。安咕。而且已經會安咕。他還蠻愛就是共發。對，我看到很多那種短影音，然後小孩子那種大概五六個月，然後就開始，然後突然會叫那種爸爸，然後那爸爸媽媽的那種表情，那真的是懂感通開心的。羅哥應該早就忘了這種感覺吧？還是現在聽到小孩叫爸就覺得，哇，好煩死了，又要幹嘛了？對，又要找我拿錢。幹嘛學會叫我爸？哎，他這個冇講可能唔低哦。玉溪有來過啦，來過幾擺啊？可能有啲觀眾朋友100來兩片。幾個陳皮爺露台哦，情露台哦，情露台啊，上咗都唔窮。同父同母的情露台哦，不是同父異母，也不是異父同母。對，我們上次來合唱的時候，應該比較有機會認識陳偉如啊。好險不是陳偉如。莫喲，你還沒有迷戀他們，這樣叫美玲情何以堪？沒有，他們很適合。哦，懂事哈。偉如不喜歡我啦。對。他不是你的菜，這個比較好啦。是不是？文的，對啊。是因為偉如認識的嗎？這對啊，怎麼認識？用顏色的。嗰陣時佢就來到我嘅廣播節目，嗰陣時就來時就點我係單身，然後那時候我們好像就有合照吧。唐吉公黑嗰陣時，偉如就講跟合照就傳不。哦，胸片傳不到露台。啊，玉溪，你看這是你的菜嗎？他就說秒回，你有興趣認識一下嗎？興趣認識。你是不是秒回？我那時候還在花蓮玩，然後我就說哦好，那我明天回去。對，哇，心動火車票。哦呦，就衝回來。對。真的假？你說真的假的啦？真的。真的。哇，就馬上約了嗎？就過1-2天就約了，馬上。哇，然後你就答應了。就是還有偉如一起。就是大家一起，4個人一起出去， 4個人一起。有feedback去 Q 他嘞？沒有啦，沒有那麼快。追了一陣子。多久？用飛1張捏吧。1張捏啦。他後來我就被他反追。我哪有？哇，你現在娶到他就這樣講話？他每次都這樣講。就被反追。我不相信，有皮寬友其實是很成熟穩重的，對，這種感覺。在你眼裡是嗎？跟哥哥完全是不太相似。假哥會輕點呢。他哥哥就是有點唔弟弟的種嘛嘅。四次元啊。他特別跟贏啦。露台應該唔會按用吧？其實沒，他也沒有，他也有，就是給時代哈，懂東西就會看佢，就是說，哎，好像懂點情啊，好講法。不過其實給時代還會非常天馬行空，就算蠻活潑的吧，就私下也算蠻愛講話的。要多私下？對啊，但是只有2個人的時候，要很熟。沒有，我覺得是。我客語沒有很好，所以沒辦法一起聊。哦，有一擺給同學說，跟我是安利向他出去講，還有加朋友，因為以前就還蠻結婚嘅時候，都會向他去喝酒，係同埋有可能喝酒食到感染。然後那時候，我以前肝很好呢。沒有，那很久才一次啦。對，然後有一擺就對玉溪同嘅朋友就是酒醉啦。然後呢，隔天早上我就想說，2點63年，去抽茶嘛。那時候已經宿醉，他們2個宿醉。還有用啥誰來？對，然後我就帶電給條過馬路，然後在過馬路的時候，因為是白天嘛，然後等到我去上班的去歐都白的人，然後那人在那邊等紅綠燈，然後給同家朋友就講，哈哈哈，你得去上班，就非常有吹油門嗎？
所以我们，然后我就一直说排队，然后就赶快把他们拉走。哇，跟是就追啊！所以他们是那样哈哈哈，你们要去也没有，好像感觉很清醒，可是他说他跟他朋友全部完全断片了，对，哇，你怕被揍是吧？我超怕，因为那个我都被吃架怼沟了，真的没有啦，对啊。而且说爱上班了，好可怜啊，还要去上班，你看我们还喝酒这样。对他们应该已经心里就是非常的黑懂欢喜，而且送班嘞。对，还好，反正就是碰到酒鬼而已。还好是很久以前，不然你们要上罪了。离远一点。不，两位现在已经是身为这个新手父母，新手父母，有没有期许自己以后想要做大概什么样的这个父母？其实我去甲伫变成妈妈的歌唱当中，我觉得一开始还蛮挫折的啦。当时就是说讲，买个东西都做唔好，手忙脚乱。对对对。第一次当然这个比较不熟悉啊。对啊。你第二胎你就照猪养了。先这样就好。先一个就好。不過其實一下我之後真然咗阿爸阿媽過後就非常的單純，就希望講生日嘅非常的平安空間狀態，用順順利利，未來做的皮蛋其實向下體驗當到的同好啊，同神奇的事情。其實真然非常的感謝用喜真然就算是一個好爸爸啦，就是點點跟徹徹的好爸爸。點點跟徹徹，徹徹會來，徹徹會來。點點是狗狗。點點啊，點點呢？點點。那你自己呢？你希望小孩子以後有沒有什麼想要什麼？你希望成為怎樣的爸爸呢？對啊，或是成為什麼？我想要就是他不要討厭我，他是喜歡我這樣，然後不要來跟我借錢，沒有？沒有，會不會想太遠？我希望他就是可以信任我們啦，就是雖然我知道有時候身為爸爸可能給他建議。也不一定適用於他，但是如果他有這個信任，願意討論事情，我覺得就很好。哇，那就會是很棒的親子關係。對啊，對，真的小孩子如果跟我們是很貼心的話，你會覺得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。希望小孩子以後長大都跟你們非常的 close， 好不好？好，謝謝兩位，還為了節目寫了一首新歌，對啊，結果沒唱好。新歌會發行嗎？新歌會發行，結果唱得亂七八糟的。會發毛，要條歌。要發嗎？要看有沒有計劃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實會想要啊。對啊，你發了以後，我們節目比賽的時候，搞不好就有機會可以讓人家使用。對啊，以後吉娜姐幫忙唱好就好。好，我們私下討論哦。好，謝謝。兩位哈。哎呀，謝謝。哎呦，兩位現在新手爸媽，小孩，哎呀，小孩現在還放在那個保姆那邊，等下還要趕快去接他。對啊，要不然要超時要加錢呢。是。我來殺下來。殺來煮平原，還要煮沖繩，帶來好聽嘅歌曲。我來彈個啦，來。天光燈空亮起亮，我記得我太好嘅時節啦，有一班嘅去，對，我去嘅奧多拜，本嘅拖拉庫啊，狗洞還好，你冇動態嘅事情，我有打電話進去同不卡講，結果講你，我爸。佢就開查嚟到係高雄嘅學校，佢就開查嚟真係真係修養。我有一擺嘅高速公路當中堵到查封，咁樣打電話幫佢講，結果我爸同我講，佢好在係唔自家打電話嚟，喺拍啥打電話嚟，我唔用用架啥。空亮起亮，狂風變來唱起浪。夜光小藝多前浪，等每等到天太光。昨夜竹頭下錯對咗面窗，門裏掉到圈圈旁，圈圈旁。多見閒愛用，羅妹開藝，空歡喜藏，夢長堂。
唱起人。月光小矮多情郎，等妹等到天太光。左呀竹头下，拖对多面床，门内叫多圈圈旁，圈圈旁，多见寒外游。罗妹开崖，空欢喜夜长，梦全旁。多面床，门内叫多圈圈旁，圈圈旁，多见寒外游。罗妹开崖，空欢喜长，梦全旁。猪爸爸，看有那一天呐哈，哎呀，冬天呐，对啊，三个动态啊，很飘撇的那种感觉，哎呦，那种感觉，对啊，我，不会有，没有，第一摆上电视哈，有来第二次了，第二次啊，来看他，哦，来看佢必須啊，都有舞台當中要上台啊，上舞台啊，第一擺咩係嘛？第一擺，哦，第一擺哈，你有看過佢啊？有啊，哎呦，哦，啱啱有看到嘛？唔知啊，唔知啊，我們那時候應該很渺小。做去參加比賽嘅時間，做去都給光啟社嘅時間。哦，跟有一層嚟。聽到誒，東東，誒，光啟社嘅面東東，嘿。哦，第一擺看到羅時豐啊，哈！第一擺哈，唔會緊張嗎？唔緊張，佢條下衝到下緊張啦，人家做誒，對啊，唔掉下圈奶啦，人老到請阿爸咧，然後佢講我行 V 啊，哦，要走位一下，對，讓他比較不緊張。是，今天會帶爸爸來的原因是，當然父親節嘛，對，爸姐，哎呀，你很敬佩你爸爸係嘛？對，打從心裡敬佩，是為什麼會敬佩爸爸？對啊，哪方面？世界呢，佢較嚴肅啲喂，嚴肅，面看起來就動惡。真的哦，冇燒嘅花，你冇燒嘅花，像演黑道大哥一樣誒，有一些那種感覺，但是沒有刺龍刺鳳，角頭冇半格咁樣，咁樣辦講，但是其實咧，佢係最啱心願呐，就鬼就是說刀子嘴豆腐心，對不對？佢定係嘅心肝都像個鋼鐵人。鋼鐵人，哎呦，係，不過呢，遇到乜嘅事情，佢都會處理好。佢會慢，但是佢心都會感覺嘅。對，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但是會罵，但是又會幫你解決。哦，古時候呢，唔過遇到乜嘅問題，佢就會出來，然後你處理好勢。哦，那就是老大。係嘛？咁咩？我會咩樣嘛？我會咩樣？豬老大。我爸爸下來是最大的。哦，爸爸下來是最大的。排名是老大，他回避這個問題。殺做得老很講，不卡一樣嘅情況。對，你是覺得怎麼？爸爸是在就好像一座山一樣啊，好像一家之主。對，其實呢，你不卡如果遇到問題嘅話，你要問阿爸就錯嘅啦。哦，佢會事情阿爸會解決啦。事情處理都好些。係，你們就在家裡當廢人。也沒有啦，沒有啊，媽媽啦，佢懂會規劃空間。哎呦，他很會規劃那個空間哦。哎呦，你就衝動你阿爸咯。所以爸爸是室內設計師。有遺傳，唔係。規劃空間有冇規劃？像你帶嘅蘿蔔啊，佢前面有個禾塘，好嘅禾塘嘛，佢自己會畫個籃球場。哎呦，他自己會畫那個籃球場。哦，自己畫籃球場？你是？隨便畫還是有一流？照圖，然後有那個規格也是。
佢指甲要用哦，自己推那个这样。对，指甲要去查给有相片。哦撩哦。嘿，佢指甲去挖。听哪样都啪啪的嘛个？那应该是地板的龟裂的。哦，龟裂哦。对。哎，挖到一枪哦。cái旁边有。所以一个尺寸就会一个篮球场的半场。哎呦，按用动力会呢。指甲去查呢，指甲挖。哎呦，指甲挖。按用规划就有厉害。那你为什么不铺那一些 PU 地板那样？给我钱呐！我指甲挖就是唔是钱呐。还有嘅旁边有搭嘅棚嘅啊，做啲配肉啊。哦，做配肉。係做啲配肉。媽呀，指甲師。指甲師啦。指甲師咯。哦，佢指甲要搭棚誒。指甲搭棚。搭棚誒，按日就喺專業屋卡，哦，大家都強下啲。對，就係中秋節做啲烤肉啊。哦，配肉嘅。哦，哎呦，有厲害哦。咩有安尼空間就做指甲利用，做上啊，冇俾堆東西堆幾堆，咩冇啊，哦。嗰個嘅跟假日嘅時間咧，屋卡就非常嘅鬧熱，因為做啲打籃球、羽毛球、排球、橡皮球。哦，乜雞都做得，對，羽毛球都可以，都做得到。佢聲音嚟搞到嘻哈哈。佢無糖所以胎呢，係啊，動態。所以也喊叫我喺度嘅三個月嘛，對，3個月算好棒哦。對啊，我覺得大自然。烤肉區哦，動態呢，係潘總哦，你喺不卡？係。嗌自家辦嘅法通。哦，係啊，你嗰兩時咩要付用歌嘛？係。你不卡將會過聖誕節啊嘛節，對，聖誕節。青台，你不卡動態呢？點啊？有冇點啊？哦，地主呢？即係苗栗條分啊。苗栗條分哦。你喺不卡贏嗎？嗌係。嚇？全部都有大家族。那個。表演火舞這個是哦，嗌自家唱嘅啦，很唱誒，那麼細啊，來鬧到嗌唱嘅表演，火舞的來表演，本大家看啊，哎呦，希望大家呢公演歌節呢做啲團圓，做啲動很歡樂啊，很開心。所以你也蠻傳統的呢，哈，你就是把這個家人這個把它這個連接起來。那記得係咪功夫卡開插播點咩？係嘛吼，哎呦，你要開插播點？開40幾年，之前係開40幾年，哦，開40幾年，也冇開咧，我已經屬於了，也因為全部都個超商較多嘅啊，哦，你都啲人嘅附近咧開插播點，頭份嘅咩？幾多頭份開插播點？我卡鄉下地位。哦，有冇卡啲嗱3萬嘅咩？係咪？顯龍雙埔嘅。哦，你下就帶羅服啦，羅服嘅，唔會吵到你啦，因為佢子孫聽到誒，同鬧嘢啦。啊，你爸爸做年又好，所以子孫全部就會做。老人家喺講動嘅很開放啊，嘅子孫就會親近。古所講家講嘅無同嘛，如果講佢嘅孫呢啊、奶嘅啊，做起冇地方搞，他就會想辦法去規劃空間。哦，看沒買東西哈，所以爸爸呢度幾年？77啊，77歲哦。77歲。我講下話。77歲。所以唔係要一種智力去撞嘅搖嘅模樣嚟啊。精打細算，慢慢。精打細算。有發揮他當年嘅精神。啱啱嘅精神。哎呦，阿朱爸爸，你知道你啱在拉應用誒？會做得冇？懂乖有乖冇？乖哦。乖哈，有效冇？衰在家真乖啦。衰在家真乖啊！親唔會吵。上嘅時間唔低啦。即講讀幼稚園嘅時間啦。哦。因為奧多拜咩？誒，騎奧多拜騎到再遇到學校。係。我講到下嚟去讀書咧，如果唔係啊，佢講我轉啊唔會讀。我講做嘢係要打咯。過總會時間咧？咩？幼稚園。佢講好冇相干。來去再3拜打3拜啊！真係㗎？真嘅啊！蠻皮呢？要打到當任錯冇？冇啦，就修一下呢啊！第一多打2多，第二多打4多啊，第3多打6多啊。加倍。冇去就冇去。冇去，係打到不通啊！再多幾，係話去冇去，不通啊就下台。這個時間哦，體育班送醫學校嘅時間啦。哦，佢哋係一號呢。係啊，個先咩稱號啊？動針。哦，係啊。也就可能係客家人嘅精神，硬頸啊，硬頸嘅精神。朋友嘛，特別有印象嘅，我特別感謝爸爸嘅事情。我記得太好嘅時節啦，有一班嘅去
去嘅奧多拜，轉嘅學校嘅時節啦。我本嘅拖拉庫啊，幾多嘅奧多拜嘅後照鏡。哎呦，拖拉庫。嘿，拖拉庫哦，然後整個人就飛到外太空。你有逼真還好沒有被捲進去。對啊，你是飛出去還好哎。對啊，飛出去力，然後呢？動到天。力動到天。對，然後這種是我嘅腳，有咖啡有觸送，然後大拇指這片有一點肉，冇肩，係冇體的，就按用啦。還好你冇動態嘅事情。有團有冇幹嘛？冇團。哦。皮肉傷。對，皮肉傷，就是不幸中的大事。這真的，對，拖拉庫其實被弄到都。一直風向唔錯，很危險呢，都當那麼嚴。你看到個拖拉庫，我就會距離很遠，先不敢，對啊，不敢騎太近。然後我有打電話轉去同屋卡講，結果講你，我爸佢就開車來到你，我。都嘅高雄讀書，來到我高雄嘅學校，佢就開車來載我進去休養係啊，我就回家休養。唔好讀書嘅，我咩點唔好讀？唔好休養，唔好休養盡咯。係啊，係啊，就載我進去休養安樣。我嘅爸爸唔記用時，阿糖啊都有個心情用。哇，唔攀得吧？唔攀得冇法度啊，唔攀得冇法度啊。佢再叫講。cái lăn thì phụ mà có để là để theo à, mà con cái số mà nó chơi phụ à妈妈看嘛，那有種事情好，要請了啊，他們點了呀？沒有，就不會把悲傷帶回家。比較凶啊，他強鬆我本阿爸阿媽阿妹按緊種。媽，這是我的戰力，你看。對啊，我的戰利品回來了。高到你看我只這樣子而已啊。哎呦，給頂牛的兩看。哎呦！哇！講真講，還沒身為爸爸嘅人，當到自家生意呢，發生有乜嘅事情，我真係哦，會呢。都唔掂。我有一擺嘅高速公路當中堵到查封，係咪打電話幫佢講？係啊，因為我同佢查，本人衝犯，我試佢查。啊！結果我爸同我講，佢後頭係唔自家打電話來，喺拍啥打電話來，我唔點用架實。希望後頭係唔自家打電話。對，希望講到呀，等下彪哥就會下場了，好吧？彪哥坐在那邊已經坐如針氈了。沒有，他感覺已經入定了。入定了，打個瞌睡了，這樣的哈。對。阿爸姐，係咪兩邊係啊？有乜嘅話對對方講啊？係啊。我先講好誒，好啊。阿成哥啦，雖然我唔係100分嘅來嘅。媽冇結太嘅成就啦，嗬，昨天俾佢講到太富太貴嘅成法，但是我會上網打拼，好做到呢冇本意煩惱就做好啊，好，係啊，有限嘅時間啦，做嚟冇呢會帶你去老山花，哦，帶你兩路去老山花啦，好嗎？希望你身體做得康健，好，因為你係你屋卡嘅鋼鐵人，哦，我祝福我的爸爸呢，父親節快樂，I love you 哦，I love you 哦，我要媽同阿拉講嘅，佢講做馬事情啊，勞累是勞累啦，最主要要講。老自家身體顧到好，跟人講啊，快樂去逢，開心去意，有健康嘅身體，才能呼風喚雨。呼風喚雨，哎呦，好多嘞哦！哎呦，快樂去逢，長輩圖會背起來的。快樂去逢，開心的意，身體健康，當作在呼風喚雨。好多嘞，你還記有厲害這個就是生活的智慧，對嗎？長輩圖會把它記起來。長輩圖很多心靈雞湯，懂讚呢，係嘛？哦。哎呀，叫你多謝爸爸呢，係啊，呢度呢節目係啊，咩身體康健呢？哈，同樣來強用哦。要按好嘅來，按乖來。強下呼風喚雨。對，不要了，呼風喚雨，大家一起呼風喚雨。好，謝謝安志生，好，謝謝。馬生吧，安志生，謝謝，阿水哈，安志生，來，可以嗎？安志生，好。
好，哎呀，动感通哈，对啊，系啊，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。系啊，尤其係裝逼朋友。对的，杀下来了，重點來了，來咧重頭戲。只那係要阿票哥帶來好唱一個曲。我帶來乜嘅歌咧？彈講啦嚇。票哥唔請家己只那哪一種專輯哪一條歌嘅？哎呦，理所當然，唔做嘛要家己要做一種專輯。當初我們全家，他都安排我們去那個小巨蛋，有參與這個他頒獎典禮，都歸妹佢得到獎，他自家歡喜到流目淚。唔好講我動感通，當驕傲嘛，即個摸嘅雙腿兩獎嘅樣子，嘅樣子嘅心情樣。開心，開心，驕傲不至於，因為我們就平常去看待嘛。
万岁！哎呀，你是，谢，你要用麦克风。不要个，哎，二手，哎呀，啊有见面要用麦克风讲吧。哎，有感謝，哎呀，有分享嚟到安尼節目，從國文讀個堂誒，雖然沒有堂誒。先走。麥克風拿人講吧呀。你唱歌真的是有遺傳到你爸爸。別這麼說，我絕對是像媽媽。啊，真的嗎？但是爸爸這個中氣十足啊。懂酒哈。懂酒啊。哎呀，哦，我有條歌啊。那大伯每一擺吃到胸啊衝動。沒有常練。沒有常練哦。沒有，現在那個卡拉 OK 比較少嘛，比較少啊。啊，你可以唱得更好，對不對？沒有。還是樂隊又彈不好？不會跳江螺啊。是樂隊彈不好嗎？你是彈過2條狗的嗎？冇試到2條榕樹絲嗎？榕樹絲啊。係啊。哦，佢都客家歌詞。我都夾落有飛。夾落有飛。圖面上欣賞下一次。很少。哦，真的啊。哦，有改過啊，真的圖面上欣賞下來。係哦。啊，真的啊，哇，哎呦，我真的是孤陋寡聞。跟甘車阿票歌呢，我唔是彈過2條歌嘅。哦，跟有我底下有1條歌哦。誒，早期常去嘅朋友嘅聊阿創歌早期啊，就哎呦，有客家嘅榕樹下呢。啊，現在有些歌譜找不到了，找不到。但是歌詞能記得就找嘅。對。哎呦，很厲害。沒有，這個是也要練幾首哦，不會那個走音就好了。啊，練幾首自己的拿手歌曲。給他出頭了啦，係冇。哦，歌詞不會忘啊，這個是你女兒，你不會忘了啊。唔會記得啦哈。記得啦。記得嗎？記得。有啊，記得啦。隨時都陪在身邊啦。隨時都哦。你多久沒有碰到你爸爸了？我前幾天才碰到。哦，前幾天。叫佢不下拿東西本來啊，佢路跟洋洋拿本來啊。同阿講，今日洋洋幾好事啊。哎呦。阿講說佢自己講佢就開始拿樹給打開就練衝咧。哦，就開始練。佢就開始練衝。哦，今日目的咧是唔係練衝都錯嘅。冇，佢唔係同佢練衝，佢自己衝，佢自己。嘿。佢第二日上下節目。佢啲啊。哦，OK。其實那個這個他。你做得講下法啦，請用講下。平常時啊，冇下就從那裏做倆很搶手的東西哦，他們搶手啊，喜歡吃就叫搶手。誰搶？他盤魚食倆都扣妹啊。哦，係啦。尿啥就吃光。搶手搞不好是你自己想的呀。哎，大部分都係自己想的。倆都把那個幾份做出來的菜，能夠吃光。你就吃到東鄉的啦。搶啊，哦，所以你就認為很搶手。他們指明說要搞不好他們是拿回去他就倒掉了。盡量說沒有，都在家裡吃啊。哎呀，真的家裡用餐，哦，就看他們真的很搶手哦，是搶手啦。是唔可以講很愛帶轉移的。對，我跟你講，因為你們來過節目，彪哥也來過那麼多次，對吧？其實也都訪問過了嘛。係啊。我們今天來玩一點不一樣的，好不好？今天來一個這個婦女雞同鴨講，婦女默契大考驗。哇，快啲咧，好嘛？好來靠驗量誒，默契一號啊，好嘛？好嘛？好吧？好，做得嘛？來，好，來考驗一下，來，好嘞。哎呦，婦女默契太考驗。哇，不得了嘞，浪分。哎，T拜做在酒店主持。哎呀，1號啊。1號呢？哎，係啊，以後就個人的方式。做得啦，開始個中國企的那種，你用啥做的那種風格。哎，將另外一組配的節目。其他節目啦。好了，做唔到條款哦，我一問一下的問題，做唔到條款做哦，冇講等下。哦，OK，認真啦，好來。問題題啊。好來。好來，條歌請各位指哪送的禮物係乜嘅東西？哎。不能偷看啊，做唔得啦。然後嘞？表哥撕下來出來哈。有按難下嗎？我連圖都啊好嘞。喂，好嘞。然後嘞。哎呦，好來，請翻牌。夾吧，哎，翻出去。佢出來唔是拿，唔吧？紅包。來，我先看紅包。有冇 money？ 你為什麼覺得是紅包？哈，因為我送給挺多東西嘞。
不过每一摆就会拿到红包的时节，佢将会有非常就是很真心的笑容。哦，木主是太厉害。嘿，有上生你就拿红包给他，就啊，不是的啦，不是的啦。嘿，这个不是，俺输转来了，哎呀，贪财，输个不一百几币啊，贪财，你就输伊了嘞。哦，对，钱慢一买，对嘛？哎呀，较老的装逼钱一定就会看到钱，木主是太厉害。对啊，这算一个心呐，钱一个心呐。但是我现在看到，哇，彪哥，你什么时候会这种？哇，看电影讲哦。哎，你这个很难过呢。嘿，用哎。啊，吉娜的心呐。爱心哦。爱心啊，他有爱心啊，这个。我有爱心。不是他是对你有心，他对你有爱心。是他有爱心，还是你希望他这个心是向着你？啊？对父亲节的那个表示是什么？我觉得他有爱心。陪伴着我们哦，你麦克风，嘿，随时陪在我们生活起居那个旁边哦。我觉得这个比送礼物还贵重，真的哦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认为哦，因为讲真啊动有心，随时刻就陪伴你，人家都在旁边做操的。哦，有我个事情哦，随时陪伴。那种的心哈，我们觉得很温馨啦。哦，很贴心，就知道。因为佢哋年纪没有啦，有上时候看医生啊，要拍嘛事情啊，就会。所以你做乜皮蛋佢去看醫生啊？你啊？係啊，大部分有閒嘅時間啊，就會去個多人記得去看醫生。因為有上時唔咩啲嘛，係講醫生要是講一些醫囑呀嘛該，激動呀講的話，對，轉來醫生同講嘛，喲。啱啲咧，他就可能會不太清楚，就我冇嗌自家醫好咧，他想寫掉誒，有閒的時間。哎呦，沒想到吉娜也是一個孝女啊，好入北京啊，不，還冇做的啦，冇做的。彪哥，俺問啊，如果紅包跟心，你選擇一個，你要選哪一個？我感覺日常生活當中吼，那種嘅。用付出的愛心，來對人家父母哈，我覺得比那個禮物還重要。哇！那以後3屆的時節紅包就唔是送咯。那以後佢都唔是送紅包嘅，就錯。係啊。我們禮物都一樣哦。生活嘅嗰種嘅嗬，在家中金錢可以擺第二，生命擺第一，健康擺第一。金錢還是在第二啦。對，金錢第二，對。天空的第一啊，兩面黑啦，哈，太不。最主要真的是子女要有心呐。對啊，哇，這個很棒，這真的。做起哈，疫情的時差嘛，佢會當一天片檔哈視頻，叫人家網絡送到我們家，哦，這種關心哈，我們的。對，那種感情。因為那時候他們確診。難怪你現在這麼有福報。哦，真的哦。對呀。可以稱到羅哥，都是阿彪哥的關係。對，現在這麼紅啦，什麼稱到我。好來，聽一題來。聽一題哦。好來。哎，阿彪哥出題了。你前面都出題了哈，好，下，哇。好，提相機哈。這吉娜的心，這個好感動哦，我的。來聽一題。哎。彪哥，唔請教伊吉娜哪一種轉型，哪一條歌嘅？咪感覺。我用寫啦。用寫。叫我寫唔出來嘛？你歌按多條？你看給我寫嘛，該。哦。他有時候會出人意表。好，來下回。哎呦。彪哥師妹一講呢，好來，請翻牌。哎呦，理所當然。哎呦，叫咩理所當然？理所當然。當然啦。你問啱理所當然。是當然啊，當然。當然啊，理所當然啊，哎。哎呦，你怎麼知道爸爸喜歡那條歌？因為兩條歌嘅喜愛，在金曲中嘅轉型，兩種轉型，
其實佢應該唔知，佢可能知迄個種專輯嘅名誒。哦，專輯名稱啊。兩條歌嘅歌名，嘿。哦，因為嗰種是我咩新聞歌記，根本講唔出來啊。根本講唔出。我團呢。跟唔做嘛，我家己也種專輯。當初我們全家他都安排我們去那個小巨蛋，有參與這個他頒獎典禮。所以這種情況下，呢種嘅情況下，你睇一架規家滿員，真歡喜。去到現場，唔會緊張，那有可能啦，都規妹佢得到獎，睇一架歡喜到流目汁，對，這種是很正常的反應。佢得獎幾擺，規副客人全部喺台下，肯定真啊上台去領獎，所以非常感動，是吧？規副客人就去參與。你嚇用廣東感通呢？唔講啊，經驗滿唔咩用講呢？啊，經驗滿佢講，你親喜歡係嘛？該講誒，因為鬧熱要電訪嘛，結果佢就同佢講，夾了有樣片，你說的可以哈。好，來。你有接到鬧熱電話嗎？有啊。他問你說我有什麼歌你最喜歡？我就那個夾了有可以啊。我說我的歌。那你還知道我什麼歌？是飛機啦，還有童話什麼的啦。童話什麼的啦。都有聽啊。你還說我去哈林的節目唱。全家有什麼合家歡一家人的餐桌。合家。你給我講。唔過公司採訪真的嗰種是兩種嘅事情。我爸有分享過兩個故事，我知道。唔好講我同感通。當驕傲嘛，去甲某個上台領獎啊，嗰樣子嘅心情係樣。開心。驕傲不至於，因為我們就平常心看待嘛。平常心。你們覺得哇，我他就是一個虛懷若谷的人。客氣啦。客氣，對，他只是在外面，他都不會叫我名字。我卡很矮嘅名嘛，我不會叫佢很矮。吉娜。吉娜。因為平常是騎機車啦，什麼在那個騎機車，當時也是叫。飆哥，騎機車，他不會叫稱呼媽媽、爸爸，不是感情好才會這樣啊。你也無所謂啊，對不對？習慣，你也理所當然就已經。理所當然，對，理所當然了。哎呀，條歌有冇唱嘛？條歌有冇唱嘛？常聽，開車的時候也常放着，有時候哼幾句哦，會啦。不會哦，你不會哦。不會啊。歌詞不見得那。啊，你哼哼看旋律啊。哼不出來，會啦，再跟着就會。煞有其事。跟着音樂就會了。那你唱一下，爸爸跟着，稍微唱一下。理所當然哦。對啊。我嘛，記得彈唱，那有辦法嘛？彈唱。沒有那個預習，沒有預習哦，練。吃看啦嘞，一定要當一堂誒，接堂。我唱哦。好，來唱一下，來。寒夜渡嘅一粒線，朗朗天。好啦，算了。好啦。因為這個不是每一天在哼了哈，也沒有那個。他剛剛已經說了。歷練的經驗。佢輕易放那個係夾夾來有飛啊。夾夾來有飛，那夾夾來有飛，你哼一下。夾夾來有飛啊，你唱一下。就是唱一段就好。沒有音樂，我怎麼唱？你要求會太多啊，咁多了吧？那個就是榕樹下的音樂帶動，這樣明年88節的時候，好不好？你把歌練好，1年時間給你練哦。好嘛，1年時間不能練啊，看到練夾個歌的那一條。明年88節的唱一下，好唔好？唱夾歌的好嘛？看健康的話可以。可以啦，明年哎呦，表哥看起來可以，天空啦，天空啦，是幫你嘅，係咪？好唔好？我偷一條夾歌的不能練。好嚟，明年啦，好期待，好嚟，沙下來 T3 題來，好嚟。
表哥为到要续家庭，做过亲辛苦的事情，来。有乜个辛苦的事情呢？分量的经验当中，系咪有供养啊？哇，咁多呢？哇，真的哦。我以为彪哥就是巨细靡遗的写很多东西，你写的还更多嘞。来，请翻牌。哦，开面包店几乎全年无休，只有除夕夜饭休息。年夜饭。然后年夜饭的时候，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工时哦。公年没冇歇困。完全冇歇困，完全冇歇困，嘿。所以也很详细看到爸爸辛苦的一面。当然差不多高中的时间，高中一次以来就会请3万的走条路。所以你详细是看到爸爸安尼点开店的，做年夜饭的时间关下来，嘿。强啊，读个漳州的强啊，做点厨艺有开店的嘞，因为恩福卡有卖礼盒，有上次太极高周末一个时间会卖礼盒。古时候公年冇歇困，全年无休，冇歇困，嘿。安尼维持多年？当然读高中，从细开始，出世开始都很高中，10多年的时间。嘿，按住可能爸爸按辛苦，嘿，按有天数吗？有，就会因为俺没亲辛苦。张伟记得。OK。哎，好，那爸爸下面跟经营西饼面包店的时候，爸爸觉得哪方面最辛苦？这个经历啊，不是我个人一个人的农那个，我们当初也有用有师傅有师傅助手共同配合来那个制作这些产品。所以做两件产品规模上面非常的大，就做嘅。大致上来做个国泰医院对面有开过216项，开1多年，蛮多年的。那时候在那边经营，师傅有抢一多，那松阳那时候有4个到5个。有很多吗？有，连助手，连助手。所以这个师傅没囤呀，供养没全年无休。没有，他有他的休假。他有休假啊？他休假的时候，你去给他做了补，知道吧？我们就是说跟夫妻2个跟太太就是午觉午休的时候会轮流休了一下，补偿一下睡眠这样。到时候轮流一睡梦就晚上再睡一觉，明天又精神100倍了。哇，真的。那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了，那是过去式了。以前很多人做这个开店啊，或者什么，以前台湾为什么会这么强，这么进步，就是这样子。青岛的总批评有遐样过来，这就按呢认真打拼按呢过来。唔是迄个，这种是可以做餐点的时间。我讲我一张嘢歇2日吧，我爸我妹就会讲，歇困你还会只有在做没歇困，我会知道。因为现在新动多嘛，可能今日生唔动啊，可能还最。后来我就月休4天。不让我月休2天，我就月休4天。哎呦，所以辛苦了，非常辛苦，开店真的非常辛苦。我想亚哈可能较有弹性啦。亚哈可能有抢人嘅发力，他人们难抢，头摆还鬼不卡人的，对，他强阿变，所以现在就否极泰来啦，对吧？哈。这是乡书的啊，对吗？哈，天狂就好，天狂就好嘞哦。好来，这个辛苦的一面哦，来，亲后一题，好来，吉娜哈，请家己说表哥做为乜个料理？会不会是就是前天拿给你那个什么牛肉什么？啊，真的吗？很抢手的那个，哎呦，
是有多好吃啊！我的董后是哦，但是品质不太稳定啊。哎，来。好来，请翻牌来。哎，卤味，南瓜饭。哎，按某公样啊，彪哥嘿芥兰烩牛肉。其实，会做的很多，他们喜欢吃的很多，我所做的他们都能接受。芥兰菜哈，烩牛肉是很特别。你让自己下台阶，他就没有这样写啊。对呀。你在家做个卤味啊，唔咩卤个猪头皮牛肉、金瓜饭啊、王卜饭啊，这都其中你爱吃的东西，哎呀，你没有。等下就问爱吃的东西啊。对呀，钱啊，请家己彪哥做的东西啊，所以给请家己你做的卤味哦，对啊，还有南瓜饭哦，所以这芥兰烩牛肉佢唔好哦。咩唔好啦，我下晡又讲啊，佢做的东西都懂好吃。哦，其他东西懂好吃，像是彪哥个标味的东西都好吃。素衣就懂哦。懂哦。你为什么会喜欢卤肉跟南瓜饭？因为它的工序真的很繁复，嘿，佢有高工爱。哦。嘿，给牛肉吃到好吃嘛，我就焖佢，后来我就酸嘞。我不会买啊家。哦。它的工序很繁琐。因为要等冻久，知道吗？哦，干脆自己买比较快的。哎。你这么因为佢请家己食啊烩牛肉？因为平常时佢老家妹妹的都不欢迎咧，会入转家里。指定那彪哥做的菜。哦。就做个了。烩牛肉。那个烩牛肉，芥兰菜烩牛肉很特殊嘛。芥兰菜铺在盘底下，啊，牛肉煮好的哈，有牛肩、牛腩，那叫牛杂，3合1的。哦哟。卤好。用那个英国的陶瓷锅卤下来，一定要用英国陶瓷锅，用白铁卤不好吃。是啊，用别的地方的陶瓷锅不行，一定要英国的。也差不多，英国做出来陶瓷锅类似那个一样用途了。明明就清好炒羊肉。哦。但是因为我不喜欢吃羊肉，我妹现在也不吃羊肉，给其他清好吃。给母100度讲，我今天做了什么什么的，而且我爸会帮每一道菜按菜名。哦，这个我按。像我可以就菜单那样，嘿，按菜名那样。同伊讲东多拜龙爱冇好吃炒羊肉哦。所以我看爸爸属应该好呀，妈妈属应该好。爸爸属应该好。妈妈没清好啦。但爸爸是创意料理。看得出来啦，你看摸的脚都安尼，按酱，按没冲过。不过有场是正经他磨汗，磨时间后做那时间啊，爸爸会去家煮东西，拿落人家不卡。哦。因为我带旧公约西流。古时候有场是看到个老人家去从西流，就问讲，佢每菜嘛，按用佢拿东西落本来。哦。前几年就按用。哎呦，好搞，哎，安尼哦，这个默契大考验已经考完了。对啊，就是默契不好的一对父女。能够动一动。那就明年哦，明年等你来唱一首《嫁给各位》哦，好吗？啊，有机会的话，有机会吧，真的做的吃的都nhà cái料理，好冇？有機會嘛？有機會嘛？生nhà cái料理。哦，我身體骨啊好啲，平常時還健康的。好。你講那煮本羅哥斯嘛？哎呀，很煮本還是嘛？冇問題啊。冇問題啊。大家分享啊。分享啊。有機會的話，看有食到nhà cái料理。呀，你家應該道菜市場很機會啊。佢有機會讀到嘛？大家期待啊！哦，明年彪哥就創吉娜嘅歌曲啊！當然一定要祝所有嘅爸爸啦，今天爸爸節嘛，哈。爸爸節送禮拜。祝爸爸哈健康，哈，18億。祝福所有的爸爸哈，父親節快樂！兩個團有都客家人。我爸爸這邊是竹東的。哦，那你就是客家人。你是客家人。團長。完全，我不是團長啦。超比。我完全不是哎，完全一點血緣都沒有。一點都沒有。哎，團長好像是。哎，蠻厲害的，你姻親也可以扯到客家，那也算是啊，你有客家。客家好朋友啦，客家好朋友啊。
老年音乐会，哎，今日呢节目当中啊，有请到一位一团啊，一组啊，对客家音乐公演非常大一组团队啊。金曲天团的，金曲天团，大摆发行专辑都入围金曲奖，大摆都入围，嘿，但某一天要得奖，嘿。咁某一天啊，唔講入圍就會肯定嘅啊，係唔係啊？咁每帶來佢哋有清新嘅專輯，還有全新嘅編詞啊，呈現門太之家，帶來佢哋有清新嘅每一個創作。嘿嘿，當好聽，當好聽。哦，啊，先嚟彈嘅好聽嘅歌曲，大家都好啦，放滿記下嚟，來歡迎，係 I Color。會共群眾改世界，東攀登，收入總是挺難的。每一種總風格競賽，應該寬容消滅，唔到第二走出原地愛改心田。隨住行來行去，隨風飄來飄去，兩個新土地，兩會空下蓋，灰烬一空一片，愛從容然一體，尋夢一路向下改你，因為有情有義，所以有愛有。時間的兩會最鬆開，感性有序有命，眼裡有暗藏來了，有來有喜有歡喜。噠啦啦啦啦噠啦噠，噠啦啦噠噠。會共群眾改世界，東攀登，收入總是挺難的。每一種總風格競賽，你該寬容消滅，唔到第二走出原地愛改心田。隨着行來行去，隨風飄來飄去，兩地新土地，兩會空下蓋，灰烬一空一片，愛從容然一體，尋夢一路向下改你，因為有情有義，所以有愛有義，那個時間的兩會最鬆開，感性有序有你，眼裡有暗藏來了，有來有喜有歡喜，有來有喜有歡喜。噠啦啦啦啦噠啦噠，噠啦啦啦噠啦，噠啦啦噠噠啦噠。哇！太快樂，很脆哦！各位好，歡迎！來！哇，這一拜
本来迄两三年嘛，对吧？哎哦，呀那边呢又多个也有穿钱的，又多了孙丽君就超美啊！对，鼓手 Toby。哎呦，有。你为什么一进来就要站 C 位？习惯站。而且大家习惯让出一个缝给他。鼓的乐器最多了，还是你是亚团的领队嘛？他是精神指标吗？那你干嘛刚刚一直不小心，太紧张了，不敢站在我旁边，对不对？啊，被震。站罗哥旁边压力大。哇，真的没有啦，好久不见了，爱他了，好久没见的啦，对呀。发行清醒的转型。小哥真的懂后堂。懂后堂哎，懂各一啊这种节奏的东西。刚罗哥问说是什么节奏？这个节奏是属于什么？节奏蓝调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们这有数学老师哦，数学老师跟请问这是音乐有什么关系？这是什么方程式？数字方程式。对啊，专辑里面用了很多不一样的节奏的音乐类型。对，这个大概是哪一种类型？这首歌应该还是比较偏民谣类型，然后有一点点的这个 shuffle， 对 shuffle 三拍的歌曲，三拍的歌，哦，不是 slow rock 6的那种是吧？6、8拍，6、8拍的，6、8的那种。哦，啊，来，先介绍一下团员啦，好不好？你要搞不？团长是 Toby 是吗？团长是你，不好意思，团长你好。不好意思，换新团长了。冇啦 ，Kim 啦。好，来 Kim，你先介绍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艾克乐，我是 Kim， 我是阿勇，我是 Toby。卢婷，吉娜，我们有屏东限定团，G 卡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是你曾经加入过？曾经加入过啊，真的啊！因为跳下个跳高的就会演里下个天使队嘅偶尔最强主纯 C 区，天几几还有第3季嘅主题曲。哦，不是糖豆清感通呢，主题曲哦，嗰種比如跟你話加康嘅歌詞嘅感覺，有一點講結束嘅時間，係嘛？他嗰啲好唱那條歌嘅，好像這個就是天下有不散的宴席嗰種感覺嘅用，那種情景係嘛？終有一天會相聚嗰種感覺。哦，嗰一天懂感通啊，懂感通啊，所以我們剛剛主唱唱到哽咽，你看。年輕就安樣，愛對你好，你對我好，你對我好，對你好。對，哎，為什麼以前2、3年天天呀，還會變西茶？係啊，那西茶因係同下係氣勢合強啊。哦，變做正經人講團嘅用嘅，係嘛？兩種清醒嘅轉型嘛。哎，來，今日都要好好介紹人轉型吧。韓翠，兩種轉型版度 Still Alive，韓翠，還在，因為係兩書台勞動混亂。在兩書台讀嘅 ，any 讀嘅好好的繁衍，好好的活着，還就有很有動性嘅可能啊。因此就有可能，那有張封面就因為愛啲動球魔就轉是唄，講愛啲韓翠啦，韓翠啦，哦，提倡睇是個韓翠就錯啦，愛卡勒韓翠安樣。韓翠19嘅魔出創是唄。差不多有3-4年呢，3-4年還好啦，沒講3-4年嘅。係啊，你要講叫嘅。哦，你說3-4年你就講人都唔記得嘅。咩按樣啊？因為該啲係創作啊，該動作，所以應該是想講用冇強來風趣來表達呢個新嘅東西，冇時間要到作品咧慢慢發出嚟就攞咧就冇，係啊就過書咧。先拍起來發行專輯啦，其實佢哋因為之前佢哋用 V 嘅時間，作品青島啊，以前每一年都有發行專輯，差唔多。不過後來是慢慢用單曲來風趣來出。因為也講真的，安尼客家音樂真的非常蓬勃發展。冇錯，每年真的百花齊放，每年都是這個新人輩出呢。係啊，對嘛，所以其實2-3年，因為我有感受啊。就是說你每年做啲出唱片咧，突然有停了2-3年，你會慌咧，會慌會發生某個事情。哎呀，對啊，你會慌，會不會沒有變化動作咧？沒有接上軌道，還是怎麼樣？會有這種感覺。突然沒有事情可以做。對，然後新人輩出，然後一直出來，然後你就會被慢慢淡忘掉。我有啊，你呢？因為嗰啲係做時沙啦，時間應該出現你係啲時沙體育種轉是。我們團嘅狀態嘅體育所以至少會要到我稍稍地發出係。哦，兩個團有幾多客家人？盧婷那個，我爸爸這邊是竹東的。哦，那你就是客家人。會講嘛？
小时候在台南长大，所以现在烫。但是讲还在训练中，所以你要靠爸爸妈妈要顿讲客语操的。爸爸以前没有讲这样。哦，台南比较没有机会讲。可能他秀了。哦，好路讲好路较多是吧？对。哦，母语边的好路是吧？对。哦，我妈妈那边是马来西亚。对，妈妈是马来西亚的华人。哦。罗佛也是酒后人，潮州人。对，妈妈是潮州人。我们潮州人比较多哈。嗯。啊你那客家人？团长。完全，我不是团长啦。超比。我完全不是哎，对不起。完全一点血缘都没有。一点都没有。哎，团长好像是啊。鼓掌在这里，鼓掌是就是啦，鼓掌是就是，哎，鼓掌是姻亲吧？鼓掌是我，哎，厉害啊！哎，蛮厉害的，你姻亲也可以扯到客家，那也算是啊，你有客家。他搞后朋友啦，他搞后朋友啊，后置梯啦。哎呀，戴阳肯定是啊，他都有客语认证了。对啊，我是客，对，他是真的不是没客家人，但是对客家人不过有一考给行营认证啊。营认证有过吗？好像没过，有过了。初级有过，初级有过。哦，那没有再想要再去中级、高级。后来就去考宠物美容师。还有宠物美容师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哎，罗哥今天应该要带那个 Jeffy 来。对啊，宠物美容师很好赚呢。对啊。那洗一次狗他妈都只有1-2千块呢。对啊，不好赚啊。不好赚，很累。哎，走进某挺干苦了。对啊，一样辛苦。哦，对了，各行各业本来都很辛苦了。各有各的那个美好跟辛苦。是辛苦面，对啊，对啊。这个是4个人在一起，这个练团应该。哦，你要凑齐在一起。丢起来没麻烦。没魔案改啊。他是个带某空用的踢缝啊，还是平常不练团？平常要练团的话，其实我们这个就是要时间管理大师呢。动案对啊，动案嘛，我们是夜行性动物啊，因为他们就都有那个家累，对，我们都练晚上10点以后的。哦，10点以后了，那这个没关系，这个等一下再好好的聊一下，好吧？对啊，我们先来唱个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先来唱一条。你说我们2个吗？不是的，我想说你突然邀约我们先来唱歌。那条歌按后堂的么？真的。当然啊，佢每一咗来。给分享几条清醒的转系喊出来，你不会都会搞的嘛？哎呀，再来烫一条了。系啊，好不？该少来烫甜蛋鸡片。甜蛋鸡片，咩转系不同成果诶？哎呦，来，烫过来，甜蛋鸡片来。心肝肚跳过讲嘅法，还袂烧暖，将梦拄嘅下，夜夜老爱做伴。风跳到山东，慢慢的，你会不会伫天堂偷偷笑？虽然都无讲，爱定义嘅心度。也有相爱，你敢有通到爱的伤？在天堂给片等爱慕，爱老思念变作风，对呀比个云荡传本意。偷偷笑，虽然都无讲，爱定义嘅深度，也有相爱。你敢有通到爱嘅伤？在天堂嘅片等爱慕，爱老思念
烫到爱的伤，爱恨记得老你给又听，在天堂的片等爱来，爱等爱来。这一次我看到人家的影，我同头发是那个完全。哎，我同佮你用啥头发，不用给卡啦，真的不一样。对。哎，我们领队来。哎，我们团长啊。团长小跑步哦。过来。哎，没啦，听了。哎，就感觉上好像差点绊倒。哦，这感觉到音乐好像就是说到了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哈，一个阶段哈，个写出来的东西就较有人生那个使命啊，历练使命啊。这种感觉，同一个好喊出来的标题紧紧相扣的感觉。你里面的歌，许兄因为可能係要當然會講每一隻階段吼，都有自家嘅某強人嘅創作方式，就從啲變做時沙之後嘅創作嘅 SOP 咪完全冇強人咧。哦，樣板冇強人。許兄係幾開始啊？先寫 riff， 寫個 riff。你先寫個 riff。你先寫一個。那邱連金事情少很多，是這樣。當後底要記得。可以去看從那個 Toby， 他的打鼓也很精彩，很厲害，這麼瘦哦，那鼓棒還拿得起來，鼓棒又不是舉重，那個力道真的是都很到底，控制自如。我愛按用開始誒吼，同兩上演的周影公嘅時間真差很多，係啊，差很多吼。對，因為大家是有自家嘅創意啦，我可以討論。大家是會講你打彈起來用辦，然後樂團嘅風水愛讓場嘅感覺未冇強容，因為佢挑選大家是樂團嘅感受，所以是成個歌嘅主題性，希望講還有態度啦。係咩因為人家都年紀已經就多啲嘅長途嚇，哦，有可能有家私嗎？有，全部有不用，全部有。你要結婚了？啊？你結婚了？我超過18歲。啊，你說28哦，看起來才20出頭，你感覺好像？他感覺好像這裡的工讀生。對啊。大哥啊。音樂又沒關了。他們真正的團長在出聲音啦，不高興。哎，你也太搶戲了，你。剛一次，故意，現在丑惡是不是？你怎麼都會加？你叫音效老師怎麼辦？對啊。對。國台老師你也幫忙一下嘛。對啊，他自己講話或是要介紹他的時候，他都有出場樂，都會有剛好。心切很重。好厲害啊！殺氣好嘅，殺氣好。你感覺上有點屁孩的感覺，你已經結婚了。他兩沙咧，兩個生意咧，兩個咧，兩個。我靠，你都是哎，他們這團好多產哦。沒有。你40了嗎？沒有啦，30出頭，30啊。出到幾頭？34啊。34歲2歲呢？哎呦！哦，你有咩因為強啊？2歲冇強嘞。你懂哎？世界啊！世界啊！沒有在變化的。哪嘞？對啊，我每一吉他下水歌都冇，有聲音時節嘅下有動歡樂，哎呀，冇共用。社會事情還有其他的事情冇共用啦。啊，你結婚了？結婚了，一個毛小孩。
有没有一直我叫公对不对？没有。哦，所以毛小孩是你老婆生的。没有啦，领养了，就是买来。胆固醇，他对宠物比较有兴趣，比较有兴趣。他的狗狗胆固醇。因為白應發覺到，看見射狗嘅時節，目睭會發光。他洗狗的時候眼睛會發光。我說哇，你做音樂，我沒有，眼睛就很。他做音樂好像人都不在現場，就飄走，就弥留哎，飄來飄去。哎呦，毛小孩真的很可愛，真的好可愛。不見得比小孩來的那個呢。毛小孩聽話，你對他好就對你好。對啊，小孩你對他好，他不一定理你，對不對？對啊，這是因為可能就有家庭的關係，所以他下出來的東西就較冇重要。但是問題講，有家庭啊，有子女，跟人家的，叫他練頭都要練，剛才有講到。夜行性動物，對，這全部都啊，沒辦法，有些人要顧完小孩，有些人教完課啊，都是要晚上才有。各有各嘅事情。誰有嘅事情處理了，該再個連團。所以你要基本上，他們家事要先做好啦。這樣要做完家事，才能辦公室嘛。該做的事情要做好，對吧？要負責任。所以你要平常時要有其他紅樣嗎？你不能去做個乜嘅職能治療師，因為康復之家，你還有一個康復之家，還夫婦該正訓課該處命精神康復者。哦，你好厲害哦！我來個這專業奉獻這樣。還有做其他的嗎？沒有。愛從平常去還有做田推啦。還有動作培訓嘛，走運哦，還有做輔運哦。你真的是時間管理大師呢。40年了，因為還要練團，還要衝過，還要下過誒。哦，還會自己都去參加比賽，因為佢都係運動員。哦，運動員應該動冇玩過，因為佢係運動員係家庭吼，佢全需要地區，走繞嘅已經有地區，所以應該自己去改變比賽，他們是足球啊，足球隊。哦，哎呦，哇！現在這麼小就開始訓練。我說不要做音樂。你要先壓制他們的天分，是不是？不能這樣講，做音樂也有做音樂的好處啊。對啊，像你用咩輕力會啊，你下狗會按腳。憲法還豐富啦，還精彩。很精彩啦，對啊，對啊。跟他們比較熟，是因為哈，你去年的時節，強阿姨參加嘅實況節目，你嘅客家天使隊嘅最強小隊嘛，剛剛有說，對，才發現到他們真的很 chill 哎，很 chill，可以這樣很 chill 的。怎麼 chill？因為金錢還蠻按說啦，你就會給有場時去表演的時間，咱會賭的嘛，我們三言兩語。然後那次是因為我們要一起生活好幾天。多言多語。哎，記得我們第一幾篇會收嘛該哦。他們都不知道做什麼，我印象好深刻。我就看到，哎，艾卡了，等一下幹嘛？他說我不知道，但是那個房間有酒，好像去放風哦，4位人。實境節目喜歡用，就是反正他們發我過來，我也不知道要幹嘛。對啊，對啊，來了啊，只是我晃來晃去，哎呦，哦，冇，你都做懂多事情，做懂多事情啊，對啊，做很多事哎。該東西貼一下，然後那邊拿過來，該那個螺絲鎖一下。他都叫我們做工哎，全部就親力親為啊，實境節目不能就這樣哎。對啊，全部自己來。我平常去都全部係訓練哈，在室內教課，他們兩位。對啊，對啊，對啊。你除了你是做這個康復之家，那你呢？就在學校教課跟教音樂啦。這樣，我原本是學特教的，後來工作都是教音樂跟做樂手這樣。所以沒有教數學。沒有，數學比較好。哦，不，數學比較好。哦，那你呢？我就做音樂製作，還有就兼職寵物美容這樣子。哦，兼職啊。之前上班1年了，後來就為了做專輯就辭職。OK。專心做專輯。對，就是專心做音樂就稍微。然後現在兼職寵物美容這樣子。哎呦，還不錯哎。薩摩也有在洗嗎？薩摩有啊，我洗過啊。薩摩也洗過。你們洗一隻薩摩耶多少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是那個老闆，我不知道。啊，你看老闆收多少錢啊？他的問題就是說，如果是羅哥的話，羅哥的薩摩耶你會收多少錢？不用，不行啊，還是要錢。哎，因為真的薩摩耶太大隻了。對啊。對，每一家收費都不一樣。哎，真的。對啊，有的收很貴，有的就是要談吶。私訊，要談4台下談個月包還是年包的？對啊。啊，你呢？你是？我在
开教室，就开音乐教室。哦，哎呦，教打鼓这样子。我就教打鼓。对。罗哥他一个礼拜有很多学生，我相信60个。 60个很多哎，哇哇！你看一字，你看罗哥都结巴了。不是，就一堂课大概是哦，你看数几多钱？10堂课算一组嘛，对不对？4堂课啦， 4堂算一组，那一堂课就是3000嘛。 对不对？太少了，搞古某啦，太多了。不是啊，是一组课3000。哦，一组课差不多，太少。没有吧？罗哥刚刚是讲1堂吧？所以等下哈，刚柳阳柳贴之后，还要回去。你可以教罗哥鼓，好不好？你可以教罗哥，他1堂3000。哇，那其实就是生活，其实都是哦，还蛮可以 balance 的。控天啊，这样子做音乐哈控。对。冇安排个压力的，冇压力的，哎呀，就有固定的工作，然后玩音乐。所以该之前以驻村来续这样，跟讲，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曲同咏伴呢？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实际上很好啊，生活很单纯，就弹墙走俩，肯死蜻蜓蜓，先把洞凤府。对，但没得给他冇功用啦，讲真的，人家有不用之恩，没有顾后神发啦。对啊，但是有冇功用的冇票啦，冇功冇票，但是哎，音樂也係自己熱忱。 喊起腔要教下伊啊，有興趣啊，對啊，冇教咗唔得啦。所以誒講真咧，要拜夾嘅音樂真係非常適合各位。誒，曲風差東多呢？差東多，真的東學堂有加入2位生力軍，對啊，一位數學老師，一位古老師，對，一位會自帶 PGM 的，還有寵物美容師，對，康復中心的老闆，身心靈療癒啦，對，各行各業都是佼佼者，對，好斜槓，那就係樂團啊，對啊，陣法，愛卡樂樂團，韓翠，全部人才，哎，這前頭就帶了一條歌，哎，韓翠點會讀嘅歌誒？哪一條歌？稍微就嚟彈款啊，風吹過，哦，風吹過，風吹過。 風吹過，哦，不是風很吹過啊，不是，風吹。啊，來，睇下風吹過來。風吹過點陣街路條，係行就像冰霜。 無體片無強用嘅的愛個就安用，笑容佢慢慢唔見得，漸漸起空，嘛該都無安改，嘛該都難過，愛滿天，甘有幾張夢會發光，暗夜有風有夜光，旁邊夢影看愛光，跳擺愛許個安風光，上來春浪談該感覺。 一陣風吹過某一種，像春該許美春某一行，就對花空的心度過，還就都甘苦講清楚。愛的夢，我是夜度，我別裝，愛個傷，常常灑脫淚，càng都該感應，也馬上。 風吹過點陣嘅路條，係行就像冰霜，無體片無強用嘅的愛個就安用，笑容嘅慢慢唔見得，漸漸起空，嘛該都無安改，嘛該都難過，將就停妥，也許總會不言尋找，人會酸，天會斷。 一陣風吹過某一場，像春該許美春某一行，有多高溫是衝太高，還留多溫柔走盼四行。吹過某一場，像春該許美春某一行，有多事不是想太多。